阿兰区过去算增加，不过现在中围区开发人口一直增加，发展前景看会到。不过议员蔡立青无奈是土地方处理，掩埋场甲废弃物回收场拢设伫土城，或或者参像大型的粪扫场，有当地居民质疑水质受污染，蛤蟆拢饲袂活。所以议员伫总集群嘛发出渔民的悲哀，向市长黄伟哲请命，进一步要求环保局掌握非法设立的土质场，主动稽查。这是有申请在内，我查得到的。那查不到的，在城西、在安南、在土城里面，大大小小，我想请教局长，像这都无合格、无申请的，局长对我们台南市内没有申请的土资厂还有回收厂有掌握吗？这个要看他是跟哪个单位申请的，因为土资厂有些是公务局在核准的，像刚刚议座在讲到的那个有三家，有第三家这个申请中尚未营运的那个应该还在申请中。我在那废弃物回收厂呢？非法的，我们局长有掌握吗？申请如果是弃置的，我们有掌握，大概有162场。但是申请中就是说他没有申请，这个我们还要再清查。议员蔡立青关心非法土质场，却被人烦恼最近就被恶势力来关心，所以千万唔通一人单独行动。毛议员公开伫议事厅发表无自杀声明。现在是这个业者是有恶势力吗？怎么会？我们一开始在查这些非法，甚至是有污染的这个场地，他们就很多人来跟我说，你要小心哦，这个势力很庞大，这个尽量呢都不要落单，不要自己一个人。可以请局长给我们说，台南市在我们廖局长的保护之下，也不会让这些业者这么嚣张。我想这一部分呢，我们绝对能够保护，包括我们议座。包括所有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这部分绝对没有问题。至于这个请到这个非法的废弃物，我在开会就有强调，请我们各分局巡逻的部分加强来查系，来配合环保局。如果有民众检举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到场；如果巡逻发现可疑，也要直接进行取缔来侦办。新科议员蔡立青首次总集群要求市府转变对阿兰区的观念，所建设爱全面升级，不应该各将阿兰区当作起点公民。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